跟他们客运公司反映啊，你跟他讲，民事纠纷的问题，你自己去跟他公司协调啊。对啊，人家现在已经跟你劝导过了啊。人家不是没跟你讲过，人家是跟你讲过，你还是不带呢。哎呀，你先下车啦！我那边还有一间公车站，你再去。公车站牌就在后面而已，走几步路就到了。现在没有一直戴口罩，我们真的没办法。资料等一下先留一下。他是有口罩，没口罩。还有口罩没带啊。好了，你先下来了。18给我。18给你干嘛了？我要讲几次，民事的部分你自己去跟他公司谈。哦，你跟我们讲没有用。他还我。哦，司机没有这个权利可以退你钱啊。他拒载，那就还我啊。人家是依法行政，你跟他讲这么多干嘛？你怎样啊你？啊，你注意的态度好不好？怎样？啊。好，小姐，你要不要下车？你18还我啊。你要不要下车嘛？不下去18还我。你不下去哦。18还我。人家没有要还你，人家因为那他拒载，我要还我。对啊，我说你有问题，你可以去跟客运公司反映啊。他还我。他现在没有办法还你，他是代表客运公司出来载客人，他只是载客，不是来收钱的。真的对，完全把大机器就放下，对，都收起来了。好好哦。好，因为这方面呢，因为现在疫情很严峻，但是戴口罩是一定要的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说，如果中间有个漏洞的话，从我们这边开始移出来。就是如果有蔓延什么疾病的话，我们真的是要负很大的责任。所以对于这个，我们要求我们的那个司机先生呢，一定要去做好说去劝导。如果劝不倒，我们会比较严厉的处置说，那你麻烦你下车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因为在这个情况下，我们必须要做到一个把关。对，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，为了大家的安全，为了整个桃园县、整个社会、整个车上的安全，我们应该要做。那这个在车上的那个其他有乘客来讲，他们那时候当场的反应也是对的，他也是支持我们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真的就是这是我们该做的，对。当下是没有办法退钱给他，这退钱我们就已经不考虑了啦，我们就请他下车了啦。我退钱，当然是我们就是你要多少，我们就是当然还给你也没有问题了哈。可是就是请你下车，因为我们要
我们要保护大家其他乘客的安全，对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那钱来讲是小事，我们当然是退给你了，对。所以不是因为前进的票箱就没有办法。当然不是，当然不是，对对，我觉得这时候是安全最重要了，对对。好，谢谢特助。